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洪敏珍。人讲人生哪戏出，戏出哪人生。相信呢，未少观众朋友拢捌看过布袋戏。今日的节目特别带大家到阵来了解，已经有超过200多年历史的布袋戏，安怎对迄个英国内台戏园布袋戏上繁华的时代，加向现在结合科技、光雕、教育、下界合作。行向世界，真做是咱台湾行向国际文化外交的重要黑马。到阵来看由新盛景将中国团所率领，伫咧2021年到2022年，组织南北二路的英雄好汉，包括陈锡煌、陈世恒、陈五洲、郑吉祥、萧明仁和张继远，继强7个将中剧团所演出的《伏魔英雄帖》之再现白光剑的光雕布袋戏。对石能吸收天地灵气，破壳而出，正做一只叫红罗刹的妖灵，准备大闹天界，小偷万气。红罗刹化作肉身，危害人间，为忧国路英雄团结伏魔，才通太平盛世。这摆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布袋内底有讲忠孝节义，啊有的可能是兴业正义，啊，乃至处我感觉有一个中心思想，因为团结。那希望我们开发一个 B2C 的商模，然后如果这个商模它成功的话，等待的是国际的观光客回流的时候，它可以像是越南水上木偶剧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形式。那每年固定的时间呢，特定的地点都有人进来看戏。编剧导演朱尚普发挥动画专长，阿兄就伫台顶人红啊，传承新盛景将中剧团第一代团主的心愿。唔那光雕布景显目传奇，就连外台戏的戏台也规个搬入台北西门红楼，呈现英国内台戏园布袋戏上界繁华的时代。上欢喜就是全国所有老中少拢联合在一起。啊，叫一寡新观众出来。会解即个艺术的人吼，啊，会来从事即个行业的人吼，伊袂惊摇巴肚啦，哦，巴肚下下个安尼，哦，因为这是伊的兴趣嘛。这出由新盛景将中剧团率领的《伏魔英雄帖》，用显目的动画加灯光技术，就南北二路加强7个布袋戏将中剧团参分林在地打击乐团，对2021年底小耍4天团结演出，期待发展做固定形式地点的常态性表演模式，和传统艺术新年也有新风貌。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拄则呢，咱看到布袋戏团安怎共心合作，因着希望讲会当打造像美国纽约 Broadway 迄种固定时间、固定所在、长时间表演的商业模式。2008年，嘉义民雄成立的三麦堂创意木偶剧团，就是虽然讲毋是科班出身，毋过10多年来打拼，已经成功甲台湾的布袋戏行销到北京、日本、德国、荷兰，甚至2020年又搁伫咧敦木蓝队顶头，互台湾的布袋戏文化行销到别流，真做成功的文化外交。观众秀甲布袋戏红仔做伙表演，传统技艺创新演出，吸引未少民众全港来看。从屏东过来，那你看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很酷、很创新、很不一样。怎么说？就是很少看到戏友跟真人的官将手一起表演的。台北特地下来的，然后就是可能从几年前就对三倍堂就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是一路这样跟着他们拍照，然后就是也是学习一些布袋戏的一些就是很多事情啊。三麦堂的红仔甲观众秀合作演出，观众秀穿的阵甲嘛有参考三麦堂的红仔，会结合无共的传统文化，嘛是因为因拢拄着传承的问题。咱即马台湾的布袋戏团嘛是相共，大家团拢剩1、2个，所以若是要做大型演出的时阵，拢爱去别团去调。自己就是感情比较好的友工或是友人，然后请他们帮忙来，就是一起完成这个演出这样子。对，那小孩子的部分的话，就是慢慢寻找，因为毕竟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在，就是喜欢热爱这种正头东西。是不是就整个扎下去了？对不对？好，我们是接着放开，它是不是又张开了？甲民众认捌布袋戏，小改新的作品，佮配合无共的传统技艺，三麦堂表示，
传承的问题，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来改变，甲大家资源合作伙，互传统文化有新的感受，希望增加民众的注意。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布袋戏内底戏文定讲到忠孝节义、兴业定义，考考人就爱友好，也有真侪为人处事的道理。为着互布袋戏的希望会当继续传落去，台北市松山区的台北红仔戏馆，即摆呢配合小学的艺术教育课程，甲整个戏台搬入学校，甲伊诚做是囡仔兄、囡仔姐认捌文化的活教室。但请红仔的即寡师傅也借这个机会，总算会当行出布景，和大家互动，分享这20年来因的功夫。我姓钱，名字叫做贵，很富贵的贵，有钱又富贵，所以我叫做。囡仔坐咧台骹，若看若笑，无论看有还是看无，大家拢感觉真趣味。这是台北蒙古剧团配合小学课程所演出的老板组群。Hello， 何班老师你好。很庇护。老师啊，阮已经把凉亭盖好了哦，请老师可以看一下。这出鲁班造神的故事啊，伊是2年级国语课的课本的课纲。所以因对这个物件、这个主题有淡薄的印象，加上啊，我们在口白方面会在国语跟台语做调配。第一点嘛是要让我都看有戏出，嘛要听，他们的吸收才会比较快。除了希望囡仔对看布袋戏感觉好耍，剧团阁特别教因刺人红仔。请把戏友举高。好，举高。好，跟着红茶哥哥一起做来。拍拍手。台北五戏馆配合9年一贯的教育课程，拢会安排布袋戏的活动，让囡仔参观。这毋但是艺术教育的部分，嘛会当明白传统文化。五戏馆表示，伫遮除了推广布袋戏，这报道嘛咧思考安怎让大家熟悉布袋戏的幕后功臣。我们这一区啊，是我们的金光布袋戏的戏构。去年底，馆内嘛特别举办刻红仔师考协用的地点，将伊过去所刻过的造型特殊的红仔展出一部分。这时阵，才有人知影讲，原来金光布袋戏红仔的雕刻师，正是一身红仔的灵魂人物。爱刻出来拢非常有特色，做出来效果嘛袂歹，所以伊就安尼算一开始，咱原本最传统的布袋戏，落尾后开始有金光戏，咱台湾的特色。会当算是对考协营这个雕刻师傅开始。馆长表示，对560年代开始，布袋戏走向内台戏，原本传统无出现的足侪角色，考协营竟然想出这个形貌，嘛出了真侪代表人物，亲像大侠北草王等等，展场嘛展出正把新红仔。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写实魔幻的，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他没有看到，他只是了解偶的。一个应该说角色的特色，他就可以去刻出，都是由他自己去想象。五戏馆表示，红仔的眼神形态拢会当展出师傅的有路甲功夫，布袋戏的演出方式，嘛随着时代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个师傅的认真甲文化的传承。记者林文徐凯台北报道。这个阿嬷呢，就看到天官叔甲阿秋了，就走来甲我讲，May I be his girlfriend？ 伊讲，伊要做伊的女朋友啊。我讲会使啊，然后伊就甲จิ้落。欢迎登来台志挂大条，大家好，我是天官素福。今仔日的节目呢，正精彩，因为邀请到我的头家，也就是嘉义山脉堂的团长严仁宏小金老师。大家好，我是山脉堂小金老师。今仔日真欢喜当来上节目哦。伫节目开始之前，咱先邀请新意别龙以及剧培养为大家演出一段，来，大家请欣赏拍一下扑街。扑街下吹了。前门海钓鱼江水。何事君情已切心？今仔日真欢喜，受邀请来到公共电视台一台。哎呀，真想要来世界洗洗啊！这位姑娘请了，哎呀，是心意别long，
毋知有啥物指教呢？姑娘，你可知情？现在疫情淡薄严重，你今仔来遮无挂喙罨呢？哎呀，竟是如此！而且，你敢知影政府即马咧呼吁咱人民爱注第三剂疫苗？请问你敢注啊？哎呀，我嘛还未，安尼要安怎？安尼，请你甲喙罨挂好，先找时间紧去注第三剂的疫苗，要佚佗则来佚佗吧。是，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爱记挂喙罨、勤洗手，啊嘛爱紧去注疫苗哦。安尼我先来去，过时，请。现此时呢，咱要来访问山脉洞的团长小金老师，要甲请教讲，其实咱拢知影，因集团已经甲咱台湾的布袋戏文化发扬光大，宣传到世界各国。老师，恁的坚持是啥？传统的布袋戏红仔，甲恁即马集团在做有啥物无共？咱大家拢会当看到拄则演出的天官吼，啊，搁以及咱头前遮的红仔，即马咱台湾的政府甲因定位伫即个精工布袋戏，吼，就是拿艺术品。然后因平常时啊，伫美术馆、搁博物馆咧展览，但是因会当在演出，会当在甲每一个民众握手，吼，揽咧，然后搁会当互人让，吼，拢总免费。因为阮主要就是要分享，不但是分享阮的布袋戏红仔，搁要分享阮的技术。所以阮伫文藻外语大学，吼，阮用世界各国的语言，包含日语、英语、法语，甲咱所有山脉洞的布袋戏的介绍，搁有咱的剧本，全部变成各国语言，伫网络顶悬变成影片，有字幕，全世界人拢看有，这就是甲布袋戏推向国际化的上重要一步。是，咱知影讲，小金老师其实你本身就是咧学文化行销这部分的专长。对，所以咱知影讲，其实要甲文化包装，甲真正就是咱的国产、咱的国宝。毋过除了这以外，恁的卡本较注重的内容，佮写的甲政府有咧补助的这种卡本的内容，譬如讲较中国式的历史啊、秋风者啊，或者是郑成功等等，是毋是恁有无共的所在？我本身做爱创作，我爱写故事，我嘛做爱讲故事互人听。但是咱政府即马有一寡补助，你就是一定爱写着台湾的一寡历史人物，伊较会互你补助。啊，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啦，我若是因为着要摕这个补助，我爱去写遮个一定既定的剧本的话，我感觉我写了无快乐，所以我想要写我家己的故事。阮山脉洞到今一定有100外套剧本。那这剧本逐本拢无共，大家故事拢无共，所以阮的红仔角色嘛一直去创作，剧本一直去创作，然后能量愈来愈大，能力嘛愈来愈大，我嘛感觉阮的责任愈来愈大。是，山脉洞对2008年成立到今13年来啦，已经宣传到北京的动漫节、国际的动漫节，啊，搁有日本啦，也搁有人讲德国、荷兰。啊，搁有咱搁有坐过屯木舰队，去到帛琉去宣传。老师嘛传真侪相片，今日要甲观众朋友分享，对无？是，这就是阮2020年伫即个咱的屯木舰队，顶悬伊甲咱的台湾的海军的军舰内底打造成即个展览室，选上重要的3个布袋戏团，第一个就是细准的新兴阁布袋戏。过来就是后壁迄个霹雳布袋戏，过来就是阮山脉洞。山脉洞即摆就是用即张，就是阮的春仔花甲布袋戏结合的即个时间女神，甲咱边仔即阵即个观众秀，所以阮山脉洞目前就是咱伫台湾代表精工布袋戏的代表。老师，精工布袋戏会安尼称呼，是因为恁？这行毋是讲科班出身的，恁的团员有诶是做摄导的，替人摄导的，参模型的，啊有诶是咧做老师的，像你本人啊，毋过恁安怎去甲这幼路的功夫基价甲学起来？当初是安怎一步一脚印行到即当今？其实阮大家拢毋是科班但是就是阮拢想要学。咱台湾布袋戏足侪老前辈嘛拢愿意教，所以有诶教阮做造型，有诶教阮做红仔衫。然后即摆阮甲这个技术学起了，家己搁创新，
然后上重要就是我要甲大家分享，所以你像遮做红仔衫，伫文藻外语大学，阮就是甲做造型，搁做即个红仔衫的每一个详细的步骤，拢甲记录起来，变做教科书，所以有中文、英文、日语，像这。全部就是拢甲这传统技艺无唱播，拢无唱播。要安怎甲这红仔高纱、剃纱、剃迄个？所有的过程，拢总有，要安怎加布，要安怎做板仔，要安怎车衫，剃手布、包边拢总有。老师，佮有翻译对无？有啊，有，因为咱即马三脉堂有足侪外国的粉丝，包含日本嘛足侪，所以阮即届。阮就是有日语佮英语，总共3种语言。嘿。老师像即张啊，是毋是就是国外买种嘛？是真正哈布袋戏。我迄早拢毋知影外国人会遮尔爱台湾的布袋戏，这是阮甲咱交通部观光局，阮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即个阿嬷呢，就看到天官树甲阿手了，就走来甲我讲，May I be his girlfriend？ 伊讲先讲甲招，伊要做伊的女朋友啊，我讲会使啊然后伊就甲จิ้落，做都会做。kiss 安尼。嘿，我嘛抓一条，我讲阮的天官粉丝遮尔济，即台湾天官的女粉丝若看到一定会诚错的。但是即阿嬷真正足特别的，阮隔一年，阮搁去荷兰乌特勒支，遐坐飞机要2点钟。结果阿嬷为着要见伊男朋友，搁为阿姆斯特丹搁飞来乌特勒支找因男朋友。我真正感觉原来外国人只要水的物件，全世界的人爱拢是相共的。是。现在呢，咱就要请三脉堂的因的团员，伫咧摄影棚替咱演出一段用英语来小解布袋戏文化的一段，咱请看。三脉金舞讲喜气。春暖花开何如意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Tian Guan. I come from Taiwan. In Taiwan, people believe that I can give people good luck and fortune. If you shake my hand and hug me, you can get good luck. Taiwan has many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landscape and interesting night market.Delicious food and drink. If you have time, welcome to Taiwan. 有影介趣味吼，原来布袋戏红仔哥会晓讲英语。头段呢，咱天官已经回天庭咯。现此时呢，咱要来看到讲三脉堂呢，也确实有影设计制作。设计讲替日本设计一尊叫做天照大神阿玛特拉斯。老师，你是有传相片的？好来，这尊就是阮的天照大神，阮就用。日本的即个纸鹤的版型，搁日本人最爱即个白色，来做天照大神。其实甲原本的天照大神定色了无共啊，但是因为日本的媒体、报纸、新闻，阮去一直看，所以尾啊，因饭田市邀请阮去游行的时阵，4万外人伫街仔顶悬，阮安尼人山人海，海，就甲妈祖，因的妈祖去游行，因伫遐画讲。阿妈提拉斯，阿妈提拉斯，迄时阵你感觉真正足感动的，因为你去到日本感觉台湾的和日本人的感情哪会当遮尔好，所以这就是文化外交的力量。是，不过老师，咱问一个较实际的问题啦吼，咱讲做这道的唔简单靠热情，咱嘛是爱顾巴肚啦。系啊，恁敢有去申请讲文化部的补助，特别是伫咧疫情期间，阁有纾困，恁安怎欠长的都安尼创遮大场的？其实阮主要。上大的开支就是遮个红仔，遮红仔拢是由阮的义工搁阮家己摕阮的做工课的薪水出来做的。若是讲演出的补助的话，就是文化部这2档有纾困的补助，阮拢有请。但是其实迄补助，阮大部分拢可以拍电影咯。因为阮内底有足侪成员，因的梦想就是拍阮的布袋戏电影。既然即马无法度演出，阮就是伫阮的艺术中心遐开始拍电影，完成因的梦想。我拢甲我的学生跟我的义工讲，咱若逐工等你等讲有人补助我较要做，其实可能到我死，遮个物件拢做袂出来。所以我先做。有人感觉真正袂歹，恁真正
咱若讲今日节目播出了，有企业家想要甲阮赞助，我当然是真欢迎啊。但是目前就是阮可能知名度还佫无够。所以老师你安怎看？讲布袋戏整个台湾的产业，伫咧台湾有立案的、有登记的，就超过400多团。毋过已经实去的，是毋是超过100团啊？对，咱整个的即个文化产业要万年永久啦，吼。行销的方式，还有你咧做的即种翻译的，互甲宣扬到国外去。恁安怎看？即文化产业要安怎互布袋戏，搁再转去到永过咱讲内台戏园上界繁华的时代？我感觉其实真正布袋戏还佫是足好看，会当吸引足侪人。但是变做咱下一辈少年人，即马咱伫外口看着外台戏，因为竞争成本上过低，大家拢是放录音带，可能红仔插伫遐无啥咧叮当。你就感觉哦，这就是布袋无好看。但是咱互因看真正布袋，你真正的好的布袋戏，咱政府应该爱互伊好好留落来，互伊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经费，会当完整互大家看，毋是讲看到安尼庙会布袋戏安尼简简，即个大阪省的时阵人较济，安尼我感觉真正足可惜的。人讲过去上界兴啊，布袋戏上界繁华的时代是20外当前，人讲。签阿乐啊啦，吼，啊，佫有六合彩啦，迄个时阵要写信的时阵，一定拢爱办身。吼，啊，毋过到即阵时，咱爱靠即种所谓宣传结合 cosplay， 结合科技，结合光雕，甚至佫爱结合遮尔侪有法度翻译的遮的人才，继续甲长。所以文化部的即种的政策啦，未来老师具体安怎建议政府来做一个媒人吼，综合的整合的一个单位是无？对，因为咱台湾的布袋戏团真正是山头林立，上过侪团。然后我是感觉讲，政府会当提供的上好办法，就是甲提供一间，咱来起一间布袋戏的学校。平常时啊，无一间校是专门咧教这，所以拢是遮教一寡，遮一寡。我甲你教一个做遐，我甲你教一个做亏线。其实你要学，永远学袂完。所以要互这变做一个产业，咱必须爱有这个专职，爱甲这个老前辈、这个艺师请出来，互伊的技术会当教愈侪少年人。开始有影，咱伫咧三脉动这个团体，因所演出的每一出布袋戏，咱看到人就是红啊，红啊就是人。所以不管行到倒位，恁的悲壮都拢一直甲恁对调调。毋过我感觉团长恁还佫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互人红仔的遮个师傅会当徛上舞台顶，袂像永过拢伫咧人讲迄个布景后壁。你是要互因舞台，啊，互因有发挥迄种成就感，对无？对啦，其实一开始是讲我无钱通做迄台啊，尾啊发现，阮的这个蔡老师也遮水红啊，乐意甲民众互动，啊，佮演出的时阵，大家感觉哦，那亲民，而且红啊本尊呢，可以当耍呢，全台湾无的呢。你看阮咧办活动的时阵，阮蔡老师拢有粉丝会讲，你就是迄个什么堂，迄个什么人，你当甲我合照无？你会当帮我签名，啊无你帮我弄一下我的红啊，伫遐叽叽叫，哎嘛感觉足欢喜的啊，虽然无钱，但是趁着快乐。你演布袋戏，你也无人看，你感觉啊，足是倒的。嘿，但是你下骹安尼哪里演唱会安尼，大家拢甲你当做偶像明星，安尼是毋是大家拢总欢喜？所以，阮即马这个少年的蔡老师，就是拢变做偶界偶像。所以老师整个对布袋戏的发展未来，你敢是认为讲，咱阁有资格会当足有自信徛就国际舞台？其实咱早就伫国际舞台有一席之位啊，因为布袋戏虽然是中国大陆传来台湾，但是台湾是保存发挥了上介好，包含细阵的掌中布袋戏，到大阵的迄个庙会布袋戏，到即马遮大阵敢若人的电视布袋戏，咱伫台湾这三种拢发挥了非常好，而且拢真侪老师伫遐努力的投入其中，全世界单有尔。真诶，你去甲别个所在无啊？所以这是台湾人诶骄傲。只讲大家会当更团结，甲大家诶优点拢集合起来。阮甲春阿辉老师合作，老师诶知名度忽然间升起来，无春阿辉这样，即摆少年人毋知是安怎结婚要滴春阿辉。但是阮诶春阿辉，拄则咱敦睦舰队，去展览了，人讲哇，这国宝呢，新娘。挂春阿花就是多子多孙，伊爱挂石榴，迄个媒人婆挂百合花就是百年好合，这拢无人知。即马春阿花即个艺术遮好，老师知名度提悬了，哇！要甲老师学春阿花人坐甲逼倒，安尼就是互相帮助，
算是讲，就是讲即个布袋戏团呐吼，来未来咱要万年永久。除了各团爱团结共心以外，政府也着爱甲阮补助，毋单单是即个剧本的补助、卡本的即个方向的补助的范围题材，会当搁较开阔，讲咱家己台湾的历史以外，行销、包装、整合，拢着爱共款来做，安尼才有法度真正互国际搁继续兴旺落去。对。是今日节目真正足欢喜的，当邀请到嘉义山脉洞的团长小金老师。感谢老师今日来到咱现场来分享。我嘛真欢喜的，当来遮分享布袋，互大家知。多谢老师，安尼咱代志挂大条，后礼拜再会。来比日本、韩国甚至中国这大国的艺术历史来讲，拢袂较输人。但是今仔日的现状就是讲，咱无在来讲10个人命。好像也是在透过这样子的针线去缝合、去修补我们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